士係我哋平時出行嘅重要交通工具，而你又知唔知道巴士嘅冷知識呢？今日我哋就嚟講下亞歷山大丹尼士 （Alexander Dennis）。講到 ADL（Alexander Dennis Limited），這間英國廠商對香港巴士歷史的影響力極巨。自從90年代末開始，ADL 及其前身 Transbus 幾乎統治了香港雙層巴士的市場。以下是關於香港 ADL 巴士的冷知識。香港是 Enviro 500的誕生地，現在全球隨處可見的 Enviro 500、E500 系列。2002年，當時的 Transbus 為了取代丹尼士三叉戟 Dennis Trident， 設計了第一代 E500。全球第一架 E500 原型車於2002年 Transbus International 製造了這部原型車，內部編號為 DD34。啪啪車與陳生的代名詞，如果你在路上經常看到的巴士，那大多是 ADL 的 Enviro 500 MMC 命名。首先，啪啪車一詞只適用於中國裝嵌的 Enviro 500 MMC 車身，因車身做工參差，以致行車時車身組件發出啪啪聲噪音。至於陳生係因為 Enviro 500 MMC 是本港最常見的巴士車款，而陳姓是華南地區、台灣、香港、澳門及新加坡最大的姓氏。新巴為了應付15線於司徒拔道沿線路窄多彎，以及於加列山道天橋的高度限制，於是向丹尼士車廠招手，研發出長度只有10.3米的丹尼士三叉戟，並向都普車身廠訂造特矮的4.17米都普 DM5000 車身，並順理成章取代利蘭珍寶 SF。新巴曾經購入60輛，於1999年至2002年出牌。第一批為數40輛採用改良版都普 DM5000 車身的巴士，配備康明斯歐盟2型引擎及 WAF-D 或 863.3 波箱。第二批為數20輛改用康明斯 ISME 335歐盟3型引擎及 WAF-D 或 864.3 波箱。格局亦同一般丹尼士三叉戟有很多差別，例如車尾排箱因要遷就矮車身，所以要置於太平艙上。輪椅斜板亦因上車門較窄而要改置於落車門，而第二批車尾指揮燈由都普的方形大燈改為圓形的 LED 二極管。全球首架混合動力雙層巴士在香港 ADL 曾與香港政府合作推廣環保，推出了混合動力巴士 Enviro 500 MMC Hybrid。當時環境保護署於2011年4月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3300萬元，資助九巴、城巴及新巴訂購6輛混合動力雙層空調巴士在本港行駛，展開為期為2年的試驗。按照不同路線類型，九巴獲分配3輛，城巴獲分配2輛及新巴獲分配1輛混能巴士。雖然現在已經因為維修成本和效能問題甚少出車，但這在當時是 ADL 技術的一大突破。為什麼 ADL 這麼受香港公司歡迎？零件通用性，香港巴士公司擁有龐大的 ADL 車隊，零件可以互換，維修師傅也最熟悉這品牌。載客量極限， ADL 非常擅長在有限的車身長度內壓榨出最多的座位數，這完美契合香港營運效率至上的環境。從丹尼士到 ADL， 很多老一輩或資深車迷會叫他丹尼士 Dennis。丹尼士車廠於1895年由英國的丹尼士兄弟 John 及 Raymond 成立，最初先製造單車，其後於1913年開始集中製造及出售商用車，直至1972年，丹尼士被 Hester Group 收購並改稱 Hester Dennis， 其後並改稱 Dennis Specialist Vehicles Limited。1983年 ，Hester Group 收購都普，丹尼士遂與都普成為姊妹公司。1989年，丹尼士再易手至 Trinity Holdings， 同時都普車身廠關門，餘下都普金屬部分。及後於1998年，丹尼士與都普金屬部分同被 Mayflower Corporation 收購。1年後，丹尼士出售市政車輛生產線 Dennis Eagle，
為2001年合併公司鋪路。Transbus 於2001年至2004年期間開發 Enviro 系列，陸續取代 Alexander、Plaxton 以及 Dennis 三個品牌，並且統一車身及底盤，而 Dubomec 則被迫結業。2003年1月，香港第一輛 Enviro 500正式出牌行走。由於歐美市場對於購置新巴士的需求放緩，引發英國巴士製造商的併購潮。Transbu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2004年3月先後再次出售 Plaxton 客車製造業務及旗下亞歷山大車身製造業務 Alexander Coach Builders 和丹尼士車廠 Dennis。其中 Plaxton 再次成為獨立公司，而 Alexander Coach Builders 及 Dennis 車廠則被獨立商人購入，連同 Transbus 大股東 Mayflower Corporation 集團一起被接管。同年5月，Transbus 客車及小巴車身生產業務亦被收購，公司內部經過大重組後正式更名為 Alexander Dennis Limited。直至2007年，Alexander Dennis 收購 Plaxton，令原本 Transbus 分開的業務再度復合。2012年，Alexander Dennis 收購澳洲的車身建造商 Custom Coaches。2022年，該公司更換以 AD 兩字組成的新標誌，強調了公司的靈活與創新，尤其是引領邁向零排放運輸的付出。